夏季关会中心的会考欠会，去年9月份头摆举办关会活动的台南市客停车教育辅导协会，今年扩大跟台南市交通局、议员蔡综合服务处、台南市电子媒体记者协会等单位合作，号召民众来关会。在一个这美好的天气之下，我们举办了这个捐血活动，刚好我们结合9月1号记者节。那我们今天做一个扩大，希望在我们今年台南市400，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能够突破400袋的这个记录。特别紧伫9月7日，嘛就是记者节来办理，相当有意义。为着冲破400袋目标，现场准备美式对外券、生活用品、客停车优惠券等等。借此鼓励前来关会民众，内车不管是关250cc， 也是500cc， 拢提到。我固定捐血啊，每3个月捐血1次。91嘛，救人嘛哈，我把10年来的血捐给了这一家。不止今天大家可以来捐哦，那往后的日子呢，大家也可以来这个捐起你的手腕，然后来捐血，那让我们这个血库的血量能够充沛。我们政商合一。一起来抛砖引玉，希望大家在今天是假日的好日子。那我们的记者也非常的辛苦，他替我们记录了所有的事情。今年是台南400，我们一起来记录我们的台南400。关会中心表示，病院每一天的需求量大约是2100袋货 ，A 型、B 型以及 O 型货会当用的数量存无7天。希望身体健康的民众拢会当来关会。关会一地救人一命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